不大明星芬妮吗？哎，美女，干嘛去啊？撞了我想走啊？神经病啊你们！哎，干什么？别走啊！放开我！喝一个，放开我！喝一个！哎，来，放开他，来让坐。哎，坐，来坐呀！干什么？来，放手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芬妮，你别多管闲事儿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多管闲事儿。我告。算了，快道歉！大哥，对不起。好了，他们都道歉了啊！滚！对不起。好，你等着，你等着。神经病！芬妮，没事吧？咱们快走吧。哎，跟你哥说个事儿，你跟李欢不是称兄道弟吗？啊，跟他说呀，冯峰跟李欢是什么关系？你连被骗了都不知道。哦，妈，小峰和李欢，他们两个什么关系，我是最清楚的，不用别人告诉我。哦，那李欢亲口跟我说，他们只是普通朋友。叶波，你不是告诉我，冯峰是李欢的前妻吗？啊？你啊什么啊呀？哎，我说叶波，你什么时候当上狗仔队的呀？本来就是你第三者，你再给我瞎说！我没瞎说。哎，我想大家应该都饿了吧？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去弄点好吃的给大家吃吧。我陪你去。走吧。走。叶家，我可警告你，你爸60大寿，我可不希望那个女的踏进我家半步。佳妮，你打算做什么好吃的给大家呀？你想吃点什么呢？走，给我打！上！快走！别打了！没事吧？大爷的，别去！不行，报警！峰峰，你千万别报警，峰峰。为什么？你要是报警了，明天就是要头条新闻了，这样我和叶波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你不很厉害吗？你厉害！我求求你了，行吗？你谋杀亲父啊！信不信让你吃下去？行，滚！他们走！走。没事。你吃我豆腐！峰峰，不要再这样了。看你刚才跟个泼妇似的，你看你都伤成什么样子了？那他们打我朋友，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吧？打架是男人的事儿，你跟着掺和什么呀？哎，行了，你干嘛说这么多狠话？再说小峰也是为了你啊。你今天就是看我不顺眼。我就看你不顺眼，怎么了？
我本来今天约的就是分你，你来干什么呀？行，行，李欢，你停车，不用你送，我自己可以回家。不送就不送，没见过你这么蠢的女人。停车！下车。不劳烦你了，我自己回家。哎，芳芳，李欢，你干嘛说这么重的话？再说了，她一个女孩，这3更半夜的。行了，我先下车，你赶紧去追她。我送你回去。哎呀，你不用送我了，你赶紧去吧，我家就在附近。好了，赶紧去啊。芳芳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。李欢，你回去吧。你疼不疼啊？真傻，傻瓜！求求你了，放我回去吧。我不，我怕一松手，你就跑了。小风，快快快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有没有受伤啊？没事没事没事。你嘴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说话呀！我刚才跟一群男人打架了。打架？跟谁打架？有没有报警啊？我跟芬妮出去玩，碰到一群流氓骚扰芬妮，他们还把李欢给打了。李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把话说清楚。我看李欢被打，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啊，我。那李欢呢？芬妮没打架，但她脚崴了。李欢也是受了点皮外伤，不太严重。那李欢看你被打成这样，他就让你一个人回来了？没有，他把我送到家门口就回去了。你说你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疼死了，还知道疼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让你跟李欢在一起就不听。受伤了吧？我在外面被人欺负，回来还被你欺负，有没有天理啊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先回家吧啊！你答应我，不许讨厌我，永远也不许讨厌我。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啊。可是，你打架这次，我能不能讨厌一下？不能，我做什么事情都不许讨厌我。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讨厌我，就你不行，一次都不行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讨厌行了吧？快回家吧。好了，来，小凤，我还是有点不高兴。为什么呀？你对李欢那么好，还帮他打架，我嫉妒他。你没看到当时的情况，要是换成你，我肯定拿出必杀绝技。什么必杀绝技啊？胸口碎大石。好了好了，上瘾了你还？你不需要他的照顾，只需要我的，否则我一定好好揍他一顿。看着点。小凤，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？没声音，走。不对，我真听见声音了，就在那儿。哎，我饿了，回家吃面面吧。你先回去，啊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叶佳，
哎，回家洗澡澡睡觉觉了啊！小风，你肯定有事瞒着我。没有。没有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去看看？我跟你说个事儿吧。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我在里面关了几个人。关了几个人？小风，你到底关了什么人啊？